還想出去？放我出去！喂，有没有人呢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快别哭喊了。咱们这莊園啊，地處郊外，整個莊園有上百畝地，都是咱們老爺的。你就算喊破喉嚨也是無用。喂，你們老爺是誰啊？為何這樣強搶民女？我們老爺姓裘，叫裘貴。裘貴？怎麼聽着這麼耳熟啊？我們老爺乃是這山西商會的會長，是太原府的第一大糧商。去年老爺的姐姐嫁給了巡抚大人，深受巡抚大人的寵愛。你說你還能上哪兒喊冤去？哦，原來这個裘貴就是劉德昭的人。劉德昭是我爹爹的死對頭，還好我剛才暈過去了，不曾說出自己的身份，不然不僅會連累我爹，而且還會被重新送進宮去，那樣我就再也見不到我的孟哥哥了。姑娘，不瞞你說啊，我們也都是被裘老爺連哄帶騙，甚至變相強搶來的。這剛一來啊，也是這樣又哭又鬧的，可是時間久了，慢慢的也就接受現實了。唉，你說現在這荒年能活下來就不錯了，哪裡還敢奢求更多啊？姑娘，不如你就老老實實的在这府裡住下來，老爺自會好吃好喝的養着你，豈不是比你在外面顛沛流離、忍飢挨餓的好？多謝姐姐開導，只是不知道這裘老板把我擄來要做什麼呀？是要讓我為奴為婢嗎？姑娘生得如此美貌，老爺怎麼捨得讓你為奴為婢呀？不過這老爺的姐姐懷了身孕，這多半啊是要把你獻給巡撫大人。獻給巡撫大人？可是，那裘老板就不怕我跟他的姐姐爭寵啊？不瞞姑娘，如今夫人有了身孕，不能侍奉巡抚大人，老爺把自己的人獻給大人以填補空位，總比大人自己另納新歡的好吧？姑娘，你就別哭鬧了，只要你乖巧聽話，肯配合，老爺一定會好好對你的，你這不就終身有靠了？劉德昭沒見過我的面，不會認出我是他死對頭舒建的女兒。等我進了劉府，然後一彈琵琶，孟哥哥一定會來救我的。謝謝姐姐，我聽你的勸，我會聽裘老板的話，好好服侍巡撫大人的。這就對了，咱們女人嫁誰不是嫁？能嫁給巡撫大人，已經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哎，對了，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姓萬，叫萬蘇。萬蘇，好，那姑娘你先坐下，我們吃點東西吧。老奴參見麗嬪娘娘。嬤嬤免禮。娘娘可要節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裡清瘦了許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宮裡享年千人，茶不思飯不想的，所以啊，自然是清瘦了許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宮裡飯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時候最喜歡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剛剛為娘娘做了些。啊，嬤嬤有心，只是本宮現在什麼都吃不下。哎呦，這可不行，老爺現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時候不開心不肯吃飯，但凡聞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會胃口大開。娘娘，來，您聞聞。啊，先拿開吧，先拿開吧。
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聞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了。娘娘是不是现在嫌弃老奴了？来来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了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的蹊跷，后宫嬪妃又争宠争得厲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別人。你這個小丫頭，撒這種謊你還不害臊啊你？那怎麼辦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說這些，他能走嗎？哎，不过徐姐姐，如果以後你再嫌他們的飲食不合胃口的話，就不怕別人看出來了。那倒是。可是這府上都是舒府的老人，該不會被看出什麼破綻吧？舒建已死，你的危機就解除了，而且這府裡都是下人，即使你露出什麼破綻，他們也不敢對你的身份提出質疑的，放心吧。師傅，師傅，怎麼樣？不太順利，沒想到裘貴名下的產業那麼多，我好不容易才查出來，舒婉心被關的地方。本想着天黑了再把她給救出來，可是沒想到在天黑之前，他們就把舒婉心給轉移了，害我撲了個空。把她轉到哪裡去了？聽說是準備送給巡撫大人嘗鮮啊，現在應該在巡撫大人的府上。可是我不知道巡撫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，所以就先來找你。他們把舒婉心交給了劉德昭，難道舒婉心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嗎？應該沒有。估計舒婉心知道劉德昭和他父親舒建是死敵，所以並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。如果劉德昭見到了舒婉心，會不會認出她就是舒建的女兒？應該不會。像這種官宦家的小姐，平常是不會拋頭露面的，更不會讓劉德昭死對頭看到她。那就好。師傅，你暫時還是不要露面，以免這府上的人認出你不是舒婉心從家裡帶到宮裡的嬤嬤，驚動了康熙。我明白，我現在就走。此人功夫很高，會不會是自己人？姑姑，師傅，這不是我們的接頭暗號。婉妹，是我來救你出去。婉妹，婉妹。是這樣，怎麼辦？我對舒婉心這個情人一無所知，如果見面可能會露餡兒。那就先別出聲，靜觀其變。婉妹，你怎麼不說話？是我呀，我知道你在裡面。婉妹，我知道你爹剛剛走，你現在心裡一定很難過。你不光恨劉德昭，你也一定恨我，恨我助紂為虐，沒能救你爹。是我對不起你。但是婉妹，害死你爹爹的是吳三桂，真的跟劉大人沒有關係。哦，師傅，我知道他是誰了。誰？劉德昭的護衛孟祥和，他今天曾隨着山西的地方官員來府上弔唁。劉大人因一直在忙着處理政務，無暇親自前來祭奠，故先派了我等前來弔唁，並向娘娘請安。沒想到，舒婉心的情人，居然是他爹死對頭的貼身護衛。婉妹，
你现在趕緊出來跟我走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釋。婉妹，你要再不出來，就說我冒昧闖進來了。哎，你不能進來。婉心，你現在身份特殊，你我隔窗交談，若是被人撞見，我是怕會連累你。你還是讓我進屋再說話吧。不行，你不能進來。我不想見你。誰叫你助紂為虐了？刘德昭害死了我爹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婉妹，行刺你爹的凶手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半點關係。在驛館中下毒害死你爹的是吳三桂的手下石青紅。雖然毒死我爹的是石青紅，可下毒的人除了石青紅，還有奕成。難道這奕成不是受了劉德昭的指使？婉妹，我從未騙過你。奕成的確是受了劉大人的指使，但是他被誣陷勾結盜匪，還在他家裡搜出了1箱銀子。劉大人把他全家老小所拿入獄，還逼着他來害你爹。當時我在外面剿匪，不在府上，沒來得及阻止。我知道你心裡一直怨我。不，我不怨你。可是，雖然下毒的是這個石青紅，但他也只是趕在了奕成之前罷了。在我心裡，劉德昭仍然是害死我爹的兇手之一。如果你真心待我，那就幫我殺了劉德昭，替我爹報仇。婉妹，你我曾私定終身，按理說，你爹也是我爹，我為他報仇也是分內之事。劉德昭作惡多端，就算不為你爹報仇，我也應該殺了他，替天行道。可你也知道，他曾經救過我爹娘。我爹娘在臨終前曾要求我保護劉德昭10年，我被立下了這10年之約。如今距約滿還有1個月，那約滿之後呢？你可願替我報仇？縱然約滿之後，我也不能親手殺了他，否則我爹娘在天之靈也不會原諒我。但我也不會再昧着良心保護他。他造了那麼多孽，我相信他一定會遭到報應的。既然你不願意幫我報仇，那你就快走吧，什麼都不用說了。我爹的仇，我自己去報。婉妹，你現在先別想着報仇。劉德昭現在一心想要收買欽差大人，但他知道你肯定不會放過他。況且有你在，欽差大人也不會跟他同流合污，所以他早已經對你起了歹心。你若繼續留在這裡，便不能平安的回宮去了。你是說，劉德昭派你來殺我？不錯。婉妹，你逼我殺劉德昭，劉德昭逼我殺你，可我寧死也不能傷害你們任何一個人。婉妹，我也安排了一個隱秘所在，你馬上跟我走，只有這樣，你才能安全。来人！別叫！別叫！奶娘，是我。孟小禾，是你？你怎么還敢來呀？小姐現在已經是皇上的嬪妃了，萬一被欽差大人撞見，那可如何得了啊？原來，這黑衣人竟然是麗嬪在宮外的老相好。奶娘，你不用擔心，我找婉心說幾句話就走。你和小姐還有什麼話可說的？你要是真心為小姐好，就不要再來找她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姐現在不僅是封了鎮3品的麗嬪，還已經懷了龍胎了。你說什麼？婉妹她已經……麗嬪懷了龍種了，我怎麼不知道？婉妹，你別過來！我要不要叫人來呢？麗嬪的相好居然能避開守衛潛入府中，想來武功高強，說不定我一出生就沒命了。
就算叫来了侍卫拿下了他，此事有關皇家体面，皇上又很宠信舒氏妇女，只怕我的下场反而不妙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爹爹的死不能原谅我，原来你早就背弃了我们的誓言。你邀得皇帝恩宠，现在居然还有了身孕。哎呀，你还是听奶娘的话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婉妹，你变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宁死都不做皇帝的女人。你说你会千方百计逃回来找我。是我无能，我无力阻止你爹把你送进宫，我更无法进皇宫里把你救出来。但我一直记着咱们的山盟海誓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我怕哪天你轻生了，我也不会再苟活在这个世上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孟哥哥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趁没有人发现我们，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。我不怕被别人发现，如果真发现我被认了行刺嬪妃的罪名，然后我供出刘德昭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我与刘德昭一起上刑场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你何苦如此啊？你快走吧，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。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你是不是怕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失去皇帝对你的宠爱？你现在贵为娘娘，安享富贵荣华。婉梅，我不相信你会因为这些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你不要。你喜欢那种囚鸟一般的生活吗？婉梅，跟我走，我早就找好了一个隐居的好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婉梅。哎，你不要逼我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婉梅，我没有逼你，但是你必須要跟我走，你再留在這兒，你就是死路一條。你爹爹已經不在了，你娘家沒了人，你萬一出點什麼事，誰還能為你撐腰？就算我保護你逃過了劉德昭的暗殺，可你有沒有想過，等你回到宮裡，你鬥得過後宮那些狠毒的女人嗎？我不要你管。婉梅，你跟我走。你居然会武功，你不是婉梅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你把婉梅怎麼樣了？身手，沒想到一個女流之輩居然有這樣的功夫。你到底是誰？婉梅到底在哪兒？她沒事。師父，手下留情。走開！他已經識破了你的身份，留不得活口。師父，此人與我們無冤無仇。又是個重信義又痴情的好男兒，饒他一命吧。糊塗！如果放他走，你我的身份會暴露的。不會的，你給我一點時間，我跟他好好談一談，我能說服他。孟大哥，先喝點水。你放心，舒婉心沒有死。我叫雪傾城，是舒婉心的好姐妹。因為她要回太原找你，所以我才找名醫易容成她的樣子頂替她入宮。
這是他給我的信物，你应该認識的。那婉妹现在在哪儿？既然你是刘德昭的護衛，那你應該認識劉德昭的小舅子裘貴吧？裘貴前幾天在淮陽村強搶了一個民女，你可知曉？劉大人和他那些親友們所幹的那些勾當，我既无力阻止，就索性装聋作哑，從不過問。那你可就險些犯下大錯了。他強搶的民女不是別人，正是舒婉心。本來我是想救他出來的，可是没有想到裘貴把他送進了太原城，說是給劉德昭嘗嘗鮮。哎，孟大哥，你先別激動，小心驚動了府上的人。剛剛我跟師父正在商量如何去救舒婉心，正巧你就來。孟大哥，我說的都是實情，你要相信我們啊！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我還聽裘貴在那兒說，又物色到一個絕色美女，還是個黃花閨女，要獻給劉德昭嘗鮮。劉德昭說他忙着應付欽差大人，暫時沒有心思。沒想到他們說的竟然是婉妹。這幫禽獸！既然劉德昭這幫人都是禽獸，孟大哥為何還要據於一己之私替他賣命呢？守信義固然重要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這可就是助紂為虐了。雖然我不是舒婉心，可我相信，我今晚說的話，也會是他想對你說的話。孟某受教了，二位容我再想想。敢問二位，究竟是何身份？為何要頂替婉心進宮呢？這個我們就無可奉告了。總之，你現在只有2條路可走：一是我們殺了你；二，與我們共同合作，救回舒婉心。然後你帶着她遠走高飛，從此與我們再無瓜葛。無論我們要做什麼，都與你毫無相干。多謝二位不殺之恩，告辭。哎，等一下。师父，倾城，你覺得這個人可靠嗎？這個人，只因為父母生前受過劉德昭的恩惠，又在父母臨死前答應過父母要保護劉德昭10年，哪怕此後目睹了劉德昭的種種惡行，內心飽受煎熬，卻依然信守承諾。如此重信義之人，值得信任。希望能夠順順利利救出舒婉心，悄悄送他們小2口離開太原城，那就皆大歡喜了。傾城，奶娘為何說起你已經懷有龍種了？都怪奕歡，他為了應付奶娘，就撒了這麼一個謊。奕歡這個小丫頭。傾城，我還是不太放心這個孟祥和，不如我暗中跟蹤他。你有什麼事情找我的話，就發信號給我。是。小姐，我刚刚是怎麼了？奶娘，你剛剛睡着了，可能是太辛苦了吧？哦，剛剛我好像看見……你別說了，我不想見那個人，你也不要再提他。哦，小姐，我明白，您這麼做是對的。
您呀，不应该老是念着以前的人和事，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侍候好皇上，最好这一胎呀还能生个龙子。对了，小姐，我给你熬了鸡湯，补补身子，我给你盛去。哎。舒婉心虽然无父无母，却有孟祥和这樣痴情的郎君，又有奶娘這樣真心愛護她的親人，比我幸福多了。大人，孟护卫受的内伤不轻，需要好生调养啊。那你就下去開方煎藥吧。啊，是。大人，祥和呀，你跟了我這麼久，第一次受這麼重的傷啊。钦差大人帶的那些侍衛，都是大內高手，卑職愧對大人，未能完成任務。看來他們是早有準備了。哎，龍三他們看清楚了你的臉沒有？沒有。卑職一看情形不對，只求全身而退，不敢戀戰。也好，咱們就另找機會吧。祥和呀，還有1個月，你這10年之期馬上就要滿了。期滿之後，可還願意追隨本府啊？多謝大人抬愛。卑職本就是個江湖浪子，待期滿之後，卑職還是想隱姓埋名，浪跡江湖，過些逍遙散淡的日子。也罷，人各有志，我也就不強求你了。啊，本來你有傷在身，應該早些回房中歇息。可是你舅老爺的莊園的機關被賊人給破了，所以還要煩勞你趕緊趕到你舅老爺的莊園，把那些機關修補好。以免那幫賊人再次潛入。哦，卑職的傷不礙事，那卑職現在就去舅老爺莊園，把機關重新布置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不急這一會兒，喝了藥再去。多謝大人關心，那卑職先告退。走吧。老爺，我看這孟護衛倒真是奇怪，平日裡啊，你給他那些賞賜，他雖說沒拒絕，但也從來沒露過什麼喜悅之色。你說給他幾個丫鬟伺候着，他也說不要。雖然他平日裡對大人忠心耿耿，可不知怎麼的，總覺得這個人養不熟呢。一個不貪財不好色的男人是最難以駕馭的。他能夠跟我10年，也是為了信守他父母的承諾。看來這10年期滿後，我是真的留不住他了。若真留不住，倒也罷了。我就怕他反過來，對老爺不利。喲，孟護衛，今天怎麼有空來莊園了？我奉大人之命前來調整這園內所有機關，還需上樓查看一下園中地形。請。
護衛。萬素姑娘最近怎麼樣？可有在哭鬧？沒有了，萬素姑娘聽了奴婢的開導，已經完全想通了，如今過得很好。每日裡除了安安靜靜的在樓上看書繡花，就是彈琵琶解悶，只等着老爺挑個合適的時機，就可以把她獻給巡撫大人了。大人最近公務繁忙，等過了這段時間，會有機會的。我不是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是你吗？孟哥哥，婉妹，你先忍耐一下，万万不可暴露身份。等我找到合適的机会，我便救你出去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我与刘德昭的守卫之约还差1个月，所以还得1个月。那麼長時間啊！萬一這途中我被那球櫃獻給劉德昭了，怎麼辦啊？不會，劉德昭眼下忙着應付欽差大人，無閒暇親近女色。況且昨夜我也受了內傷，待我與劉德昭約滿之日，我的傷也應該好得差不多了。那時，我便帶你遠走高飛。你受傷了？傷在哪裡？重不重啊？啊？你不用擔心，一點小傷，養養就好。婉妹，你多保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爹怎麼樣？他還好嗎？他還好。那他是否知道我被人劫走了？他還不知。不知。你被劫走以後，有一位與你長相相似的女子冒名頂替你進了宮，所以你爹爹未曾察覺。什麼？有個人和我長得一樣，頂替我入宮了？啊？這個人是誰啊？婉妹，此事頗為複雜，我一時跟你解釋不清楚。但你千萬記住了，這段時間萬萬不可暴露身份，只等着我來救你便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